哪里，你在现场或是在网络上，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起立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主是配的，我们赞美的，我们一起大声来开口，我们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是的，我们的主配的我们的敬拜。我们一起用大声更多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我们一起来说，主你是荣耀尊贵，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，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我们一起说，主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再说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一起来颂赞这位主。你认为他是怎么样的主？是荣耀、尊贵、权柄都归于他吗？阿们。如果是，我们大大的拍掌，将荣耀归给他。哈利路亚。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看这段的经文，我们要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。一起来，上主掌权，大地要兴起，所有的岛屿啊，欢乐吧！密云幽暗在他的周围，正义公道是他国度的根基。这位是恩典的主，这位是掌管万有的主，这位是让大地欢欣快乐的主。弟兄姐妹，你所认识的主是怎样的主？是在掌管你的生命，是给你生命的气息的主吗？是医治你，使你有盼望的主吗？是带领你走在丰富的道路上的主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所以按照你所认识这位神的属性，
我们弟兄姐妹开口同声来赞美他，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你是使大地恢复生机的主。主啊，你是使人有盼望的主。主啊，你是掌管万有的主。主啊，你是安慰人心的主。主啊，你是让人走在你的正义道路上面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权柄、荣耀配得我们尊崇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使无变有的主，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尊贵、荣耀、权柄都归于你，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，是给大地有生生不息的生命。你按照你的形象来造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要将永生的意识赏赐在我们的脑中，让我们可以来寻求你，来敬拜你。唯独人可以来寻求，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大地因着你的存在，使我们能够成为有盼望的人。因为你让无路可走的人，你指引他们有永恒道路的方向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在人面对失望、绝望的当中，你使他们有盼望。主，你让我们在软弱无助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他们的力量。主，你在我们病痛的时候，你是成为我们医治者。主，你的属性太丰富，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你，我们要来称颂你，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愿一切的平安喜乐，透过你的施恩宝座，赐下在敬拜你的子民当中。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从祷告当中、赞美中来，让我们拥有不动摇的信心。我们更多来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火主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，心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是的，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，让我们将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放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更大声心来一起来赞美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火主。我们更多人来大声一起说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，心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一生必在前面
为我征战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，一起来宣告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就必得着。我们大声来宣告我们的祷告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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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必得着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沦；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不退缩，也不害怕，不动摇，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疑惑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星星，刚强壮胆着前进。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为我们征战的主实在是与我们同在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地面其实是会震动，是吧？几天前我们才遇到大地震，我们的信心有时候真的会震动，是吧？我们只能说是主，我们是人，你是神，你是爱我们的主。我们能够不论求什么，主你都听，但主我们所求的是要合你的心意。如果我们不求的不合神心意，我们要恳求主挪动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对焦于你。主啊，恳求你用基督的心来吸引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的心以你的心为主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数算主恩典的时候。很多的时候在困难中，我们仍然能够赞美，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眼光，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，我们知道神一定有办法，我们知道神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比现在更好更棒的，只是我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来数算神的恩典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来看神给我们的话语。这句话语是记载在诗篇，我们一起来读哦。来，请。有火在他前头，焚烧他周围的仇敌，他的闪电照亮世界，大地看见了便颤抖，群山在上主面前，在全地之主面前，都像蜡一样融化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时代不是无风无雨啊，神的儿女不是一路顺到躺平作废啊，耍废啊。神给我们的是有风有雨有火有震动，但神仍然说，孩子，仰望我，我必带领你，你相信吗？此时此刻我们就来数算神的恩典，已经在我们身上的，以及还没有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缺乏的，我们还是失落的。钟贤哥一直跟我讲，为什么我的手都不会动，已经半年多，你说我无论求什么我都会得到，为什么还不能动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神的恩典？够用，就是即便是我一只手一只脚我不能动，我仍然能够起来感谢赞美主，说主啊，你是何等的美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不是何等的美好？阿们吗？阿们。我们是不是领受神的美好呢？阿们。阿们。所以即便我们一只手一只脚，即便我们失业，即便我们需要遇到非常大的困难，是我一生中没有遇过的，但我们却能够数算恩典，因为够用的恩典在那风浪中，在那大地震中，在你的心里面已经快要承受不住的那种焦虑，神仍然掌权，神仍然活着，神仍然要成为我们的靠山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数算我们神
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大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来祷告吧，来数算神的恩典，数算他是这位美好的主，他是全能的主。主啊，以至于我们即便在缺乏，即便我们在震动当中，即便我们在失去当中，即便我们是在那个已经痛苦不安当中，我们仍然能够起来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主啊，你开我们的心眼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，主啊，我们目前的困难，主啊，目前的困难是将来主你所要赐给我们那个大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要来错看这一些，主，我们要在用感恩的心，我们知道主你是这位美好的主，因为主啊，我们是按照你那美好的形象所造的。主啊，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是，主啊，来自于你。主啊，你要告诉我们，主，我们的信心如果不经过熬炼，主啊，我们如何能够成为那精金？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这一位美好的主。主啊，你所创造一切你都看为好，主，尤其是你的孩子们，主啊，你看为甚好。主啊，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看这些经文，创世纪的经文，我们就会回头想，主啊，哪里好？主，是的，我们要再次在你的面前，主，用你的眼光，你美好的眼光，主，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过去，主啊，我们看见看不到的，主，我们没有要看那我们没有的，主，我们要看你所赐给我们那个丰盛，主，我们所要看的是，主，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曾经所成就的一切。主，我们也知道，因着这些的根基，因着你的话语真实，主啊，是可信靠的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那未来，看见那个盼望。主，我们看见主你一直都掌权，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征战，我们只要跟随你的脚步，我们就是起来跟随你来走。主啊，我们就是起来祷告，领受神你的恩典，起来我们领受主啊你的方向，主啊，好让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你，快跑来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更多的来敬拜。是的，主是你的帮助，你的软弱他都知道。让我们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同样用这首歌来当作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一起来向主说，主啊，我的软弱你都明白，你的软弱他都知道，他能体会你的需要，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，都已记在他车上。所以我们要专心仰望我们的神，所以你要专心仰望，专心寻求就必寻见，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，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。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，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。当你向山举目，你的帮助将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，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，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，不管你出你入，你的帮助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。是的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都在我们的身旁，不论你出你入，他都时刻看顾着你。让我们更多专心来寻求神，所以你要专心仰望，专心寻求就必寻见，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，让他为你来成就一
一切，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，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。当你向山举目，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，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，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，不管你出你入，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。你求告他，他就应允你，专心爱他，他必搭救你，在急难中他与你同行。让神来帮助你，让他帮助你，他要差派使者保护你，他要用手一生拖着你，他要让你享长久生命，让他帮助你，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。主啊，主啊，你保护我们，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。让我们向山举目，当你向山举目，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，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，不管你出你入，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。我们要一起用主的话来祷告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他的赦免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说，诸天宣扬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，一切拜偶像的人都要受辱，夸耀邪神的人都要蒙羞，万神都要俯伏在上主面前。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。在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，其实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其实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活出神的公义，我们要活在他的荣耀当中。当我们一路祷告下来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不合神心意，甚至我们自己也不太察觉得到，但其实真的是有圣灵的启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需要跟缺乏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是乐意赦免人，他是让人与他来和好，他是要我们不活在谎言，不活在控告，不活在恐惧当中，而去寻求神公义的神。他是我们的帮助，那我们要来寻求他的帮助吗？那我们要来依靠他，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吗？我们要一起开口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求主来赦免我们，求主来医治我们，使我们与他来和好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主啊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一切你都明白。主啊，我们总是那不合神心，我们总是不能够让合神的标准。但是主啊，因你的怜悯，让我们得以站在这个殿中。主啊，因你的怜悯，让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你的需要，也看就像你看见我们的需要一样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神的殿中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是格罗姆斯德拉塞勒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在每一天当中，我们每一个呼吸的时刻，
都是出于你的恩典。但我们常常忘记，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意，我们想要掌握我们自己，我们想要以我们自己为主，甚至以我们自己为尊。但主，你让我们透过祷告，我们再次转回到你的面前。因此，我们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跟惧怕，我们遇到的挑战跟我们遇到的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以自己为主，我们不以自己为尊，而是我们转向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主你的帮助。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。主，我们要回转向你，我们要寻求你的帮助，我们要寻求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我们要寻求这位赏赐能力的主，我们要寻求这位赏赐生命气息的主，我们也要寻求这位医治我们、释放我们、使我们恢复健康的主。谢谢你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透过祷告，每一次的祷告就是再一次的数算恩典，每一次的祷告就是再一次见证奇迹，每一次的祷告就是再次看见我们生命中有神真好。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持续带领我们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继续为国家恳求保护，连续来祷告。我们一起用上帝的话来宣告：上主啊，因为你有公正的审判，西安的人民欣喜，犹大的诚意欢乐。好，我们求主赐下智慧给总统和执政团队，在中央及地方，在各样的局势，面对疫情升温、边境开放、中国军演意图以武力及经济犯台的危机中，特别是今天晚上12点开始，我们的旅游警示要降到第2级，也调整了自主防疫期间的医疗防疫措施，求主赐给我们的执政团队能够做正确的判断，辨别是非，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我们也求主在疫情危机下，不论是外交、内政、国防、防疫、医疗的应变，求主借着年底的地方公职大选，秉公义、掌王权，求主保守受困在柬埔寨被卖的青年，他们的身心灵能够得到释放。我们昨天的凌晨，我们还是有地震，求主保守在每一次地震后的重建恢复以及居住的安全，求上主的平安代替我们心中的恐惧。那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，捆绑所有咒诅的灵、毁坏的灵，离开我们的国家，离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来行使天国与教会的权柄，释放我们的经济，释放我们的心，释放我们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，因着耶稣的宝血，
所有不属于神的疫情肆虐要被粉碎，所有的恐吓你的子民的军事演练、经济打压要被破除，所有困在柬埔寨青年的恶势力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不再危害他们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，因着耶稣的宝血，天父，求你降下你的恩膏，照着你荣耀的丰富，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面对疫情、面对地震、面对恐吓，我们有从主来的平安，我们有能力过合神心意的每一天。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再来，我们要为国际情势来守望祷告。我们一同用神的话语来宣告。我们一起来说：上主啊，你统治普天下，你凌驾万神之上。我们要为乌俄战争平息，普丁能停止动用核武威胁，盼望能促成和平，以及要为台海、南海及黄海区域的安全来代祷，以及要为参加“一带一路”的国家面对经济危机的恐慌来代祷，也要为北韩试射弹道飞弹造成威胁来代祷。他们试射的飞弹是可以带着核弹头的，所以这是为了对全世界带来很大的威胁。再来，我们也要为地球暖化、温室效应、全球的灾难来代祷。我们一同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这恩典能看见我们的世界有许多的不和平，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看见求您的圣亲自来扶持我们世界的掌权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在许多和平，主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今天这样的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主啊，需要到你的面前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来感叹到你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主，主啊，你主啊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为了许多国家。亲爱的耶稣，求你的恩典进入到乌克兰及俄罗斯，求你亲自保守当地的百姓在动荡中有平安，求你亲自来平息这场战争，求你禁止一切武力的行为，因为人的贪婪所犯下的错误，求你来原谅。我们也要为台海、南海、黄海区域的和平来祷告。主，你是坚固台，是避难所，求你作王掌权，止息国际之间可能会引发的战争。求主你的手亲自来守护各国家间的和平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要求主保守参加“一带一路”的国家，让这些国家领导有智慧，在深陷贪婪及经济的危机的打击之下，都有办法拿出对策来改善，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贫富差距悬殊之下，生活可以越来越稳定，心中没有恐惧。主，求你怜悯临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身上，拯救他的灵魂，求真理的光照他，使他悔改，并且破碎他，不让他的野心成为全世界带来威胁。主，最近北韩频频的在试射飞弹，这不出于你的，求你完全止住，守护世界的和平。主，我们也要为全球气候变迁来祷告。
我们看你兴起洪水、森林大火、干旱等等的灾难在我们当中，为的就是要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作为是在破坏上帝的创造。求你来赦免我们，求你让我们得到更深的体悟，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大自然。愿神兴起更多儿女来祷告，寻求你。愿神的旨意就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为了医护及防疫人员来祷告，让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。上主爱那些憎恨邪恶的人，上主保护他忠贞子民的生命，拯救他们脱离邪恶人的手。我们要为了医护及防疫人员来祷告，让他们在医疗照护疲乏软弱中重新得力，也让政府重视他们的待遇，在染疫升温感染的风险下的防护，为医疗资源及人力的短缺释放内在的压力与恐惧。让我们一同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你是万有的主，你是全能的主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主，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。在主你的面前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求主你为了医护及防疫人员，求主你保守他们的身心灵，求主你眷顾他们，让他们的灵得改变，让他们的生命得着改变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亲爱的阿爸天父啊，在疫情肆虐的这近3年，因为有医护及防疫人员不眠不休、日以继夜的在他们工作岗位上，为台湾这一片土地的防疫工作而努力，才能使疫情不至于扩散严重。我们感谢他们辛劳的付出。但这一些防疫及医护人员在长久的工作压力中，身心灵所承受的压力何其大！求主你保守眷顾他们，成为他们软弱中的力量，使他们重新得力，更有力量为防疫工作而继续努力。主啊，防疫及医护人员他们辛苦的付出与待遇不成比例，也求主恳求政府能看见，能重视，能弥补他们因疫情工作所付出的劳苦，使他们能得到合理的报偿。因为疫情的升温，他们的工作环境中感染的风险也相对的高。求主施恩，差派天军筑起安全的城墙，不让病毒有供给的缝隙，保守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。主啊，你的恩典何其大！你的应允超乎我们所求所想，我们迫切的祈求，在医疗资源及人力短缺的情况下，这些医护及防疫人员，他们内心的极大压力、恐惧、不安，求主恩膏临在他们的身上，成为他们的依靠与帮助，而能心中有平安，无所畏惧。孩子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。阿们。我们也一起来为了生活经济受到冲击的人民与商家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：光照耀义人，喜乐充满心地正直的人。义人啊，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，你们要颂赞他的圣名。疫情及世界经济的轨迹变化下，从神来的眼光、智慧、平安与信心来面对这经济上面的侵袭以及伤害。我们要相信主有能力重整一切，恢复失去了工作、财务、关系、物质和盼望。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。
现在上帝，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这一波的疫情造成这世界上很多的人收入受到影响，经济受到冲击，不管是人还是商家，通通都会受到波及，没有一个人可置身事外。主啊，在这波疫情之下，所有人都受到黑暗权势的笼罩，彷徨、无助、惧怕。主啊，求主你的灵掀开这个黑暗权势对我们的笼罩，让你的荣光重新降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交托到主你的手里，因为就如经上所说的，要一无挂虑，将你所需要的求告神。主，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，也如同主祷文上所说的，你今日饮食，今日要赐给我们。因为主，你是我们的头，你是我们的唯一，你是遮盖恩典我们的唯一真神。主，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祷告，主你必垂听，也必在未来的道路上引领我们的前进，让我们不致彷徨。我们也知道你的灵必在我们的身边，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心得平安，让我们不必再为了经济上而感到忧虑发愁，因为我们知道可以将一切所需交托给主。求主你来带领，还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为肢体身心灵健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。耶稣周游各市镇乡村，在各行里教导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并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。马太福音9章35节。那我们一起来为就是现在身心灵上有受伤的肢体来祷告，为他们领受上帝医治的大能来祷告，更是为他们的家人互相扶持，彼此包容，还有为求主来带领他们，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，我们来到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要献上感谢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，让我们可以在这次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为肢体来祷告，主啊，你知道他们身上的失去心人的家庭来祷告，主啊，失去一切上的安慰，主啊，可以爱我们天父，我们来到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现在的疫情当中仍然还非常的严重，主啊，不论是确诊的，或是在现在因为天气变化可能有过敏或是感冒的，更是为本来就有一些小病痛的膝盖上面、肢体上面病痛的肢体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主来。真的是来医治他们的身体，主要更是来医治那心里有受伤的朋友的肢体们，主要求主亲自来带领，更是为他们家人来祷告。主要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心里有非常多的害怕、恐惧跟不安感，更是有可能受到试探。主要真的是求主差派天使天军来到他们当中，成为他们的依靠。主要你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就是我们的高台。主要你是使那封闭的心再次打开、敞开起来的神。主要真是来求主加添力量在我们当中，来安慰这些因为有亲人过世的遗族，主要赐下平安的心、盼望心在他们的生活当中，更是让他们有智慧，可以继续处理好跟面对接下来的事情。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我们是一群被神所呼召来聚集。我们被神所呼召，是因为我们听见。如果我们的神呼召我们，我们没有听见，我们也不会在这里，是吧？
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首先要为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听见神的话，听见神呼召我们聚集一起，我们一起被神训练。教会谁来教会我们？这位神来教会我们怎么听他的话，教会我们怎么起来祷告，教会我们怎么样子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来计划，因为他给我们一个蓝图，是教会的蓝图，我们看见吗？如果我们听见神的话，而我们的眼睛看不见，我们要恳求神让我们的眼睛看见。我们的眼睛需要有信心，我们才看得见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真的看不见。求神让我们有信心的眼光，看见他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教会当中的那个蓝图。教会57年，我们要起来，一起来走祷，一起来走出去传扬福音。我们要一起走出去，彼此关心。我们要一起走出去，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关心，把神的爱带到他们当中。我们要一起走出去，在这个社会，走进这个社会，使福音成为台湾的拯救，唯一的拯救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今天最近我们在读的以斯拉记3章10节，我们一起来，请。他们开始奠立圣殿根基的时候，祭司都穿上礼服，站在个人的位置，手拿着号筒。利未亚萨的子孙拿着摇拔站在那里，他们按照大卫时代传下来的规矩赞美上主。他们对唱感谢赞美上主，说：上主至善，他对以色列的爱永远长存。每个人都大声呼喊赞美上主，因为圣殿的基准已经开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过去圣殿被毁之后回去归回，他们在那个根基要再重新建立的时候的赞美所发生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我们虽然这栋大楼没有被昨天晚上地震给震垮，但主我知道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不免会想，我们过去在迦南教会祷告会是什么盛况？不用多10年就好。但今天呢，或许是因为疫情，或许是因为种种的原因，但我们要真实说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按照这个经文说的，我们各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在这个圣殿的基础上，我们有神的话语，神给我们祷告，神给我们读圣经，这是我们的根基。我们就是要起来，像过去在大卫王时代留下来，像我们过去我们的主在迦南教会57周年，57年前他所差派他的儿女们在这里所奠定的迦南基督长老教会。我们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职分，每个人的位置，站在个人的位置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位置站好了吗？还是你的位置根本都乱了？好不好？我们再拿起来神给我们的配置图，好吗？我们所领受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誓约说：主啊，我愿意。记得那一刻吗？人会忘记，但神不会忘记，好不好？我们应该拿着号筒，我们应该要拿着摇拔的，我们就要站立起那边应该发号施令的，我们应该要蹲下来，要好好服侍人的，我们应该跪下来成为那个代祷者的，我们应该成为那个煮膳食的，我们应该是成为那个在那最小的清洁整个教会的，不只是教堂，而是清洁人心，听见人声音的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开口来祷告。首先当然为我们的灵命更新，让我们重新合一，有了新的会堂，礼拜堂不算什么，要里面要是一群被神呼召，眼睛亮起来，耳朵听得见上帝的话，有信心的眼光，看见神的蓝图的，起来的，
不是只有看见听见不起来，坐在那里还是没有用。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起来，我们起来走出去，我们起来回应神，我们能够重新合一，社区跟教会一起赢得这时代。因为神的命定就是要人人都能够得救。为11月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为新选出来的长子，以及协会的理监事、志工大队，让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从神那里来的位置图，跟我们教会的整个教会的蓝图。愿我们的生命的计划跟蓝图就在神的手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开口来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你就是要我们这个蒙召的人，主啊，我们行事为人，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当中，主，我们被你所兴起的，主啊，让我们凡事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主啊，我们用爱心互相来宽容，用和平彼此来联络，主啊，我们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啊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啊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主啊，主，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迷惘了。主啊，我们自以为是，主，我们看自己比别人还重要，我们看自己比别人还对。主啊，我们看我们的时间比你的还对。主，我们错了，恳求你，先让我们的心被你来调整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定睛在你。主，谢谢你，今天晚上再次提醒我们。主，让我们的耳朵开通，我们的眼睛，主啊，被你的赐给我们的信心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。主，让我们的心眼被你点亮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我们教会的头，我们是肢体。主，我们是一体的。主，我们过去手打脚，脚想鼻子不对，我们觉得左脚右脚很讨厌，但主，我们知道你都爱我们，你给我们你的爱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合一，重新开始。主，让我们今天，让我们每一天，主，我们听见你的话，我们看见你，我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你的带领。主，我们所计划的一切蓝图在你的手中，不管是我们个人的、我们家庭的、我们事业的，主，我们都融合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的教会更是，主，你来掌权，主，这一切都不会矛盾，因为主，你是胜过这一切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凡事都能够荣耀你。主，我们高举主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。主啊，我们这一些，主，我们真的就看为是不重要的。主，你也按照你的心意来赐给我们，来成就一切。谢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，使迦南教会57年，献上感谢。主，我们也要起来一起走，从走祷告，从你的话语开始，我们的心先被你来更新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合一，看见你的图，看见你的计划图，我们愿意一起走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要持续为基督徒被兴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许多年老的祭司、利未人和族长曾经亲眼见过以前的圣殿，现在看到圣殿再次奠基，不禁放声痛哭，其余在场的人却都大声欢呼。没有人能分辨出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，因为声音太大，好远的地方都听得到。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是哪一类的人？在这里有讲，有一些是曾经亲眼见过以前圣殿，有一些是第一次看到圣殿被打下这个基础。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人，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令人感动的是，就是
这一群人，不论他是什么样的情绪，他们都真实经历神的应许发生在他们生命当中。有些人很幸运，他不断的看见神的荣耀在他的生命当中，或大或小。有些人可能他一辈子都还没有经历，但他如今却要经历。那我们是哪一些人呢？我们怎么看待跟我们一起经历的其他人？我们要为基督徒被兴起成为守望者来祷告，恳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仅是提醒自己服事要做在人的心上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心中，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上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迎接神荣耀的作为。当我们要迈向5期，我们要继续来经历神的时候，求神败坏撒旦的诡计。他的诡计就是要偷窃，要毁坏，要离间，要让人与人的心充满比较、诡诈，甚至觉得自己比较优越。恳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兴起代祷的勇士，让我们在代祷中顺服神的主权，让我们有信心跟盼望来宣告这殿的荣耀，在末后的荣耀要继续来经历神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真实来经历神来祷告，为我们真的是除去那些撒旦魔鬼的诡计来祷告，为我们不只兴起我们自己，也要兴起我们身边的人，带我们身边的人，真的是要一起来祷告。恳求主也帮助我们顺服神的主权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兴起我们成为代祷的勇士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你的心意从来没有过去，你的心意一直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要为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继续来祷告，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知道主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荣耀，是你的应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的生命真实经历你的转化，使我们的生命真实经历你的触摸，使我们的生命真实经历你的点燃。主啊，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持续的保守保护我们，持续的看顾带领我们，持续的激动我们，持续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的话语说，我们领受的不是那奴仆的心，而是天父儿女的心。但我们领受这样的心，不是要我们活得像奴仆一样，而是要我们活得像主你的儿女一样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每一次的祷告里面，我们都要宣告，主啊，你亲自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心上充满主你的心意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上充满主你所赏赐的感动，你让我们的心上充满主你真理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的保护和看顾跟看守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当我们每一次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真实的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，你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你是我们的领路人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也是教导我们如何活出那合乎你心意的样式的神。主，谢谢你预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为我们在这一个地方的祷告向你献上感谢，也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也持续盼望未来，我们要继续的来到你的面前祷告。你使我们的心因为相信你，因为你信实，我们的心被主来坚固，因为你我们有信心，因为你我们知道信实的主亲自为我们预备道路。我们要将一切所经历的向你献上感谢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起立，让我们一起用不动摇的信心来回应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
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，海浪之中我必不坠落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放弃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，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是的，我们的神为我们征战，让我们更多来向主来说，求你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，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，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就必得着。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就必得着。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没，在旷野之中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，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，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，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拍手将荣耀归我们的主，是不动摇的信心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在这样崎岖的道路，在这疫情
变化的世代当中，主啊，我们人心充满了惧怕不安，对未来没有安全感，总是神，你依然保护看顾我们，你是以马内利的主，你保护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艰难，你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，能够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困境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同心合意祷告。即使我们现在祷告的人数，不管是在现场的或是在线上的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，但神，你差遣你的使者，调动万有，为你的教会来守望，也兴起更多火热的弟兄姐妹，渴望来到你的面前，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守望，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。面对这疫情变化的世代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建立我们的祭坛，从家庭开始，从我们个人开始，能够燃烧起这样的祭坛的火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愿你赐福在我们当中一起来祷告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你是那使无变有的，你是医治我们，释放我们得着自由，你是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神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能够知道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所祈求的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得着你的应许，得着成就。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彼此来祝说，神要应验你所祈求的，神要应验你所祈求的。